Over there, a hidden village. Today, maybe you can see it.你现在看不到那个村子，那个村子是藏在里面的。我刚来的时候，我也没发现这个村子，是干妈去你带我去的，是呗？是，就是，给我酸奶是呗？那个时候的干妈去你人不错的，现在他妈的一天到晚玩手机。不行啊，2分钟多啊！哎，你当心一点，别压我的相机！我靠，你这么舒服？叫阿爸，你不是说？他们没，对身体不好。走，走，我俺喊不过的。什么是他妈？俺喊不过，喊过没？我听不懂嘞，你说什么？他妈，俺喊不过。没，我上海话说的。说上海话玩呀？不会。我们应该不会。那你经常说藏语嘛？那我也不会嘛？那你经常说藏语干什么？欺负我啊？我说你说上海话我也听不懂。哦，对了。小巴的嘞，是他说。谁呀？啊，谁嘛？打炮的一个。是。谁嘛？这是我的老婆。啊，这是你老婆？不好意思，搞错了。老婆嘛，你打嘛。他们全部去了。是这等着吃了吗？俺还没过来。是的。是不是啊？是的。哦，他拿了那么多东西，我操！老手，杨龙去了。哦，那也不得嘞。那我们去一下啊。有。他们村里的人都是去。地名干啥？都不知道。去比赛干啥？啊，比赛这个平层。那就我那个东西的哈。是他。是吧？俺们这个街道黑了。这里又是不要的必须的。说不没得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，他是天天。失去吃人还是真多吃人？失去吃。失去吃人怎么了？说什么叫老少不没得？我不知道。那还不够的。听不懂了。强爸在那里等着呢。强爸在吗？那今天我的摩托车开到那里去。哪里去？杨龙。为什么？明天他们回来了，不救他们。那近一点。不救。爸。楼下。你自己看着吧。回来他们会把你的摩托车开走吗？对。实在是开心过有意我是去。20岁。啊。我知道。你比我不知道。今天要不多？
呀，啊，你这差不多。啊，你没办法的，汤吃太多了。汤吃太多了。我开一下试试看嘛。他们今天搬家了，去放羊的地方、放牛的地方呢，叫羊笼，我经常住的地方。我喜欢的地方。哦，这个地方可以的。这个地方的话，婆婆也变漂亮了嘞。对。呀，什么呀？我拍电影呢，你在搞什么搞？啊？呀，你是你嘛？不要你。今天过来，他们这里做了一个水井，哎，还电动的嘞，厉害的不得了，他们幸福的。我也没想到他们会有那么好的水。今天过来，他们这里做了一个水井，哎，还电动的嘞，厉害的不得了，他们幸福的。我也没想到他们会有那么好的水。这次好像他们人是最多的嘞，他们全部来了嘞。强妈他们说什么时候搬家嘛？说了没有嘛？没有说了。他们今天刚搬过来，现在开始修羊圈。这可以吗？都是自发活动啊，大家都一起修羊圈，一起放羊，一起挤羊奶。啊！啊！老屋家务没多。大木也不多。俺也不没多，你大木也不多。大家一起动手，现在全部基本上要修完了，快得很嘛。啊，恭喜！俺还没过来。今天全部村子里面基本上全部到了嘞。
那可以了，这样不一下子马上修完了。这是一个 I think it's kind of a secret for me. Like a backyard secret garden. Yeah. It's not an outside person can understand about it here. Today 今天和强爸、姊妹一起去一个放羊的地方。今天是路途的一半，明天才能到。今天我们就在那里扎帐篷睡觉，然后晚上嘛说说话什么的。那个地方叫什么？那叫刚才他们说的那个地方，接拉，对，今天去接拉，住一晚上，明天才能到最终放羊的地方。因为今天早上干妈把羊赶到那里了，我们晚上就住在那里，体验他们的生活。这是放羊的迁徙嘛。前面拖拉机就是强爸和姊妹开的。昨天晚上睡在放羊的路上，我们走了一半路。现在我们去下一个放牧点，也就是最终的放牧点，又围绕着神山转了半圈。前面强巴和姊妹开着拖拉机，我们在后面跟着了。这个地方我去过很多次，但是没有住很长时间，因为这个地方风太大，太冷了。早上起来水都结冰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比别的地方都要冷。所以不知道，今天可能要回巴内，到时候再说，到时候再决定，不知道。这里的风光是挺漂亮的。羊在山上走，干嘛慢慢的走了。我们开拖拉机，先到那里把帐篷扎好，然后可能要烧水、打炉子，等他回来嘛，等他来嘛。我们开的比他走得快得多。希望今天干妈不要睡觉了。那么羊再跑麻烦了。今天跟着强爸去放牧的地方的半途，现在穿过一个村子，我想不会是在这里露营吧？他们准备在半路要搭帐篷，今天晚上我跟他们一起住的。停下来干什么？有借羊圈吗？这里不会吧？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. 가소! 가서.
开的那革命者。这里吗？这在啊，边上。那个多少？那上面。我们是有草的地方是吧？这辈子怎么了？这个。比咋了吧？哎，那下来了嘛，是吧？下来了是。到了，都是。哦有，后面有，这是你的吗？一样。到了，刚就接了嘛。现在到了目的地半途，今天他们说就住在这里，但是，哦，你应该帮我拿个手机拍一点。太快得很，这家伙！都掉了，我按喇叭嘞，我按喇叭，按到没有声音，听不见。哎，最主要是拍我们啊，卡满了的话，我要下载啊，下载的话麻烦了。这个年头可能的。就我们。那什么时候打仗？帐篷在这个上面吗？你能过去的话，我可以。两百斤过去了。打工作老得啥手都。
他们是看羊圈。强巴也在修羊圈。今天我们刚才开车过来，到了这里正好路的一半。修完羊圈，待会儿干妈把羊赶到这里来，我们就住在这里了，搭帐篷。对呀，我们你那样。你牙长就嘛老。打我们行我们跳，打我们羊咱们就反正看。现在修补一下羊圈，晚上羊就关在这里面。这个羊圈够大的。修羊圈来。他们就准备在这里搭帐篷了。这个地方不错，搭了帐篷，然后明天早晨还要收起来，看他们怎么弄吧。这个地方很漂亮，前面是雪山了。这个地方环境优美，空气清新，绝对是一个世外桃源了。That's my last paradise。大家帮忙，很快就把帐篷快要支起来了。然后看明天还要拆的时候，好像帐篷把蓝天都遮住了。我不知道这里面能不能住4个人。我们就住在这里了，是这个帐篷。打开。大家都在帮忙。
Aşkım tamam. Gel şu kanka. Bu şu. Hey, Zero. 준비 다 나 강아지 뛰어. 아, 나도 됐다. 저기에는 잠깐만. 아, 좀这个小的没了。还有一个，尽量注意啊，不要对着太阳。对着太阳的话，它里面很亮。热了吧？热了。都是这个这累的紧。这就是。草油嘛。这肯定是。打不穷我了，刚穷都穷，刚来。你就搞啥？对了。刚开始我以为很小，现在打开了以后很大，所以4个人是没问题。懂？早上不知道，没想到，这么第一个起来，竟然在烧火了嘞！很多事情，所以看事物要看内在，而不是表面。你如果不了解一件事或一个人的话，你就不要下定论。昨天发生2件事情，就是提醒了我这一点。
另外，昨天还有一个年轻人，看上去很时髦，应该是学的外面的东西很多的那种感觉。那就是说，但事实上，那个年轻人普通话也不错，人也不错。陈家今天睡在这里对，啊？干嘛？真的怕了，怕什么？我石头大了。去你的，没有嘛？真的睡哪里嘛？睡这里。我打了石头，他们怕。没有吧？那我们不知道的，我睡着了。我是哭了，我睡了，这是啊？可娘们在那个么娘子呢？啊，你，干嘛漂亮的？你知道吗？昨天晚上我们露营在这里，现在早上把帐篷拆了，还得把石头搬回原来的地方。这个他们做的挺好的，我靠，太厉害了！这个圈把它放在那个石头上面，他们看得见了。这，否则的话，他们到时候以为我们拿走了。早晨起来，现在装完车了，现在绑上去。现在绑好，然后准备接下去下半程的旅行，去到最终的放牧点。现在准备上山了，他们车开得很慢，我们也跟在后面很慢。到那个山的山脚下有一个地方可以扎营的地方，他们就在那里放羊，可能要放几个月吧，2个月嘛，3个月，最多2个月吧。然后每家每户轮流着15天。根据羊的数量的大小多少，早上去晚上回来能行吗？行啊？那办完了就可以。早上去的话要很早去嘛。对。今天是星期4嘛，明天5。明天星期5。对。看清楚哦。说不定我们今天决定就去。今天去，明天不是中午吗？好点是中午，星期6嘛，在上面嘛，好点大好点。
把车堵在那里了，哦，我不知道能不能上去。那去的话有点远吧？俺们熊现在，那山过俺们熊那边有一个山，那过去过了就当时马路嘛。我走过那个。到了放牧点，我们停车准备卸东西。我们到了这放牧点，然后准备卸东西。我们到的挺早的，伽马没有来呢。这是他们当地的最大的神山。前面有一些野生动物在自由自在的吃草呢，是藏原羚，还有野驴。卸车，这里面我住过，这个跟石头的坑上面造一个帐篷就可以了。这两个都说会了。让他慢慢搞，你搞了几分钟上下时间啊？都说会拍摄像的，把摄像机粘在窗户上面，搞到现在了。这样的话，他的这个东西不指挥了，听指挥不行。完没有嘛？完没有嘛？对吧？完没有，放在袋子里面。没有啊。没有。没有啊。能呢？还有能没能的？贴着。没事，打喽。今天我们到放牧点，现在准备吃饭，方便面。他们完没有，就用袋子吃了。这个是朱拉措木老公的哥哥的，这是卡巴的，这个是卡巴的，讲吧，七八，这个是卡巴的，童家的，这个是这个是贝贝。这是在冲，那个，这个名字可以，这个名字，你讲的，这个名字可以了呗？哎呀，那也不对。这是他们泡的方便面，就用原来的袋子泡了。泡了以后还要用里面放干肉。看这个，这个还用绳子绑住的，怕它汤出来了。泡完了以后打开就可以吃了。然后看那个泽美，用个小孩的杯子吃了。还是我们可以吧？我们的面你看用完泡的，卡巴的那个面不行了。我汤还没喝完，强巴就把我的碗抢过去倒自己的面条来。看到了没有？这个是他泡的方便面，里面有我吃得下的汤了。好吃到的。
伽马人小得很，吃的东西多得很。我问他们2个放羊的包为什么一个人的这么大，一个人那么少？伽马说他吃的多，对吧？妈妈说，好好吃啊，吃到的啊，放羊太累了。哦，放羊太累了，所以那么大2包东西吃的。然后放羊15天，是吧？是。哦呀，那也不多了，对吧？有些。妈妈也不多啊。都。啊。哦。他人大的，包小的。什么小的？包。哦，这个包怎么那么小？这个包小的嘞。人大的。人大的嘞。伽马嘛人小，力巴小，然后呢，吃的东西蛮不嘞，是吧？外面下大雨了，里面下小雨。你们家是？这是伽马在的地方，说一下吧。这是我，看见了没有？早上起来，我喝了点咖啡，吃了点面包，2个咸蛋，1个咸蛋。我再煮一点稀饭，然后童家准备去洗昨天晚上的碗。昨天晚上我煮的稀饭嘛，伽马和我炒的那个西红柿炒蛋，吃的都很香啊。今天因为天气不好，所以没出去拍了。我现在早上起来没什么拍照片，阴天嘛，出了一会儿太阳。我喝了些咖啡，吃了点面包，1个咸蛋。好，现在准备去看一下伽马他们。他还在睡觉呢，应该早就起来了，但他不管了。我从我帐篷到他那边很近。羊都在那里呢，可能要跑掉了，羊都要跑出去了。你看1个带头，然后只要1个带头，接下来的全部要跟着走了。伽马还没起来，伽马哎，喂，伽马，羊跑了啊！真的，你看一下，我从来不骗人嘛。他们去打水去了，童家和那个打水去了，现在羊往外面跑了，你看一下嘛。真的。这样去了吗？哦，到那边去了。